立案委员21号总质询锁定高铁台南特电区的发展来建言，特别针对300多公顷的面积，不过公共停车空间才只有724位，依照平均每一档停车增加1万台以上的需求来看。欢乐各种产业研发单位进驻以及沙仑医疗专区设立以后，一定会面临停车困境，所以要求市府重新审查当地都市计划，用立体化停车来解决问题。同时，具体建议设立摩天轮式的自动化停车系统。它的效率远高于传统的人力管理，能有效节省时间跟人力成本。我们台南市是否应该也要借鉴这样的经验呢？考虑引入摩天轮式立体停车场的自动化管理这个系统。除了这个摩天轮停车场之外，这个系统我们也必须要引入来解决我们当前的停车的难题呢。这不仅可以提升我们停车位的有效的利用效率啦，也可以有助于改善城市的这个交通秩序跟管理水平。立体停车塔有类似的概念，只是他们那个是密闭式，这个是开放式。我觉得其实值得我们借鉴，我也愿意去寻求在台南设置这样子停车空间的可能性。不管是摩天轮式还是其他立体停车场，市长强调，在高铁台南特电区一定会超前部署，寻求甲台糖的用地合作，以节省土地甲人力的立体化停车场来努力。台南新闻阮子林根采访报道。